甲中国甲日本的关系，即马是愈来愈紧张。中国搁再宣布讲，今仔是要伫港澳战争后期关键的战场黄海劳公岛东部海域实弹射击演练。另外，即几天日本的首相搁市早苗伫南非举办的 G20 峰会嘛表示讲，虽然即届是无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接触到，也毋过伊是强调讲，甲中国对话门是无关起来。 咱国外交部嘛表示讲，目前上重要的是降低冲突，唔通发生战争，来同齐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甲稳定。中国甲日本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中国阁宣布，是要伫咧港澳战争后期关键战场的黄海劳公岛东部海域做实弹射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讲，日本若发动攻击，北京会当以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来反击，威胁的意味真重。 因为日本外务省回应讲，相关敌国的条款已经过时啊。日中間に懸案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それらを減らし、理解と協力を増やしていくべき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中国とのさまざまな対話についてオープンでございま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参加 G20 峰会，这届期虽然无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接触，不过强调讲，要是愿意甲中国对话。 台海议题正做中国、日本争论的焦点。不过外交部讲，高市早苗的讲法无法度直接解脱做日本的协防台湾，所以针对赖总统等等的政治人物表态支持日本，国民党立委也是有疑虑。大内先总统吃日本料、吃日本水产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嘛，在台湾内部的这个宣导效果比在日本更大。你们有下广告吗？是你们用外宣的吗？ 我们已经没有钱做外宣，根本就没有钱做外宣了嘛。外交部处长吴志忠讲，咱国甲日本保持友好是历来的政策。立委嘛关心台湾敢是有想要甲日本建立军事同盟。台湾有事，日本会出兵，可不可以这样解释？高市首相并没有这样直接解释法，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度去台湾友好关系迈向这个安全同盟的这个关系哦，对此我们外交部是否有实际的这个规划或作为？实质跟盟邦跟日本来维护共同利益跟台湾海峡的稳定安全，我想是最重要的哈。吴志忠当继续访问欧洲的行程，伊讲欧洲各国拢真关注中国甲日本的争端，对台湾来讲，现此时上界重要的是降低冲突，阻挡战争爆发，而且甲友盟国家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